了解我的心，希望你还依然愿意倾听。当主耶稣他走进我的心，我才从噩梦中苏醒。主耶稣他能了解我的心，他一直都在默默地倾听，他倾听我们忏悔的心情和迫切祷告的声音。相信那一天，当我要离去，你会了解我的心。相信那一天，我会出生。盼望那一天，我会牵着你，追随主耶稣而去。盼望那一天，我们能同行，为主传福音，用生命歌颂主耶稣生命。为主传福音，用生命歌颂主耶稣。